同款是台南这7股的配线器材工厂 KSS 第5厂区，半暝3点的时阵发生火灾，一直到早起11点外才控制火势。主要原因是因为讲伊的厂区是烧接无架开的防火设备，才一直烧过去。虽然是无人伤亡，不过内面的火拢烧了了，这算是真歹估计。 民众行过去，看到眼前的大火，惊到唔知影要安怎。伫台南7股独家里的塑大工厂，伫初10半暝3点，厂房是全面着火。消防局派25车49个人过去拍火，但是火势伤猛，搁加派消防机器人、无人机、水库车和重机具去现场支援。拍火4点外钟才控制火势，虽然无人员的伤亡，但造成火势一烧都无法度收煞的主要原因，就是无设置防火区隔。 附带的原料、成品、半成品，整个厂房全部都是堆积这一些东西，然后，它1500平都是联动的啦，所以它在燃烧的时候会燃烧得很快。部分的下雨是对我们抢救人员是比较有利的。 初步调查，导火点是伫配线的大厂凯士斯的第5厂，主要生产塑大。现场是1楼挑动的铁皮建筑，初步小区的面积大约是4500平方公尺。 凯士斯是1969年创立，坚持台湾制造，敢若伫台湾设厂。毋但是台湾和亚洲领先的线缆管理品牌，搁排名全球前3名，产品行销超过128个国家。即摆台南第5厂的大火，环保局讲，针对火灾产生的劣型的污染物，已经做采样检测，后壁就等火调报告。若是发现违反空污法或环保法令，就会依法来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